主后2023年2月26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遗族的启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创世纪49章第1节到28节。雅各叫伊所有囝来，讲：恁拢自集活来，我要将恁以后会拄着的事甲恁讲。雅各的囝就自集来听恁老爸以色列的话。路边，你是我的大囝，我的情力，是我养壮的时生的第一个囝，应该极其尊荣，气力超群。毋过，你亲像世界冲的大水，袂当搁伫兄弟中做大，因为你爬上恁老爸的面床，爬起我的床铺，甲伊拍拉衫。西面甲利未是兄弟，因的刀剑是残忍的武器。我的心神毋通甲因共谋，我的身魂毋通甲因参详，因为因伫受气中杀死人，乱使挂断牛的大腿根。因的受气猛烈，会受咒诅；因的大受气残忍，会受咒诅。我要分散因伫雅各家，拍散因伫以色列逐支族。犹大，你的兄弟要学了你，你的手要持对敌的颔棍，你的老爸的囝要屈服伫你面前。犹大是细只狮，我的囝，你掠着拿物，就倒去洞穴。犹大拍地亲像狮公，倒地亲像狮母，啥人敢惹伊？王权无离开犹大，伊的后代久长统治，万国会来进贡，万民拢来归顺。犹大把细只驴仔伫葡萄树，把驴仔囝伫上好的葡萄树，伊用葡萄酒洗衫，用葡萄汁洗衣服。伊的目睭因为啉酒红，伊的喙齿因为啉奶白。西布伦要徛起伫海边，要做趴船的港口，伊的境界会到西顿。以撒迦是勇壮的驴，倒伫伊歹的两骹蹄仔中间。伊爱安静徛起，留伫肥水的土地。伊压肩头担重担，诚做苦工的奴隶。但要为着家己的人民主持公道，亲像以色列别个支族。但要做路年的蛇，做路中的毒蛇，甲马的骹后甜，互骑马人倒向向摔落去。上主啊，我伫听候你的拯救。迦得要互对敌追赶，毋过伊颠倒要追入因的骹后甜。亚设的物产丰富，通做王室的好食物。纳有他利是透棒的鹿母，生可爱的鹿仔囝。约瑟亲像水泉边的野驴，亲像山峦仔顶的野马。射钱的人猛烈攻击伊，用箭射伊，坠入伊。毋过，伊倚靠雅各的带领者，伊的颈犹原悬；伊倚靠以色列的牧者甲石盘，伊的手还有力。你的老爸的上帝要帮助你，全能者要祝福你，伊要赏赐你天顶的福气，深渊稳藏的福气，
互你子孙真济前生兴旺。你的老爸的祝福，赢过永远山岭的福气，超过自古以来的山峦仔的好物。这个福气要降落伫约瑟的头壳，临到伊对兄弟中间竞选出来迄个人的身上。便雅悯是凶猛的豺狼，早起时吞食伊的腊米，下暝时分伊抢着的。这个是以色列的12支族，因的老爸照因逐个人应该得到的福分，甲因祝福。以上，遗族的启示。今仔日这段经文就亲像一面镜，互我反省家己身为母亲，是毋是有真正认捌我每一个囡仔，甲因坦诚对话，是毋是亲像雅各共款，确实了解每一个囡仔的性格。上时阵也互我想起老爸捌对阮遮个子女的教育。我老爸是一个话真少讲的人，毋过对于甲阮阿母伫咧为阮做子女的分配家务和农务即件事，通看出伊确实了解家己每一个囡仔的性格。譬如讲，饲牛需要责任和耐心，拖草需要心有，做家务事需要耐操，所以我常常受分配去参与饲牛。饲牛并无简单，除了爱忍受热天冷、炎热的天气、寒天冷、强冻的东北风，阁着留意牛有食饱无，这比我有食饱啊无阁较要紧。所以我总是着先甲牛饲饱，才通转去厝呢。雅各临终前对每一个囡仔的遗嘱拢无共，对敢有评论和有言的内容，通看到雅各对每一个囡仔的性情拢真了解。雅各对12个囝儿一直交代详细，对伊严厉的话语中，也通看出做老爸的担忧和提醒。雅各了解每一个囡仔的性格，也清楚因的为人处事，相信这个遗嘱是雅各对12个囝儿的期望，就亲像无人会比做爸母的搁较了解家己的囝。雅各对约瑟的未来是充满祝福的，伊明白约瑟是瓦克上主的囝儿，虽然遭受敌人猛烈的攻击，总是约瑟的手骨犹原有力。雅各讲，将来上主要赐予约瑟天顶的甘露、地上的水泉，互伊牛马济济，子孙众多，若像甲将来家族的希望拢寄托伫约瑟的身上。雅各知影伊的家族只是寄居伫埃及，伊甲家己看做是寄卡的，因为踮别人的面前骹生活，检采衣食无欠，毋过也无紧。检采伫即个时刻，伫生活上已经会当感受到埃及人的敌意，所以雅各特别吩咐伊遐个囝儿，的确着甲伊甲伊的祖先埋葬做一伙。对信仰的角度来看，这是雅各坚持敬拜上帝的信仰，无度甲拜太阳神的埃及人同带斗阵。
雅各搁较相信有一日，伊会重新倒转去上主应允的土地，相信上主甲伊的祖先含甲伊的约定，知影家己生命已经行到尽头的雅各，若像也意会着约瑟过去所做的梦，打拢一一呈现伫伊的面前。身为上主的儿女，咱着学习听上主的启示和教导，学习时刻察觉家己的想法、言行是毋是有合伫上主的心意。当咱经验上主的责备的时，应该着赶紧活转，重新转向上主。咱无需要伤在意过去所犯的错，重要的是咱需要自我觉察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有开阔的心胸，愿意接受父母的教导、教会长辈的劝诫？我若做人长辈时代，安怎伫信仰上教导教会的下一代？我是毋是有开阔的心胸，愿意接受父母的教导、教会长辈的劝诫？我若做人长辈时代，安怎伫信仰上来教导教会的下一代？做伙来祈祷，满有慈爱怜悯的主，感谢你对我的谆谆善劝，透过你的话语教示我重新认捌家己，学习调整心态，来面对生活的各种处境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